关心社会新闻、国际消息。美国加州的立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庆祝案的凶嫌周文伟，在当地时间17以通讯的方式出庭，法官裁定伊受压袂使交保。加州检察官嘛，以包括谋杀罪在内定有10项罪名起诉周文伟。这个基准的检察官更加表示讲，周文伟冷血杀人可能会被判死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今日嘛召开记者会，为这事件中不幸丧生的陈医师默哀，并且强烈谴责暴力，嘛呼吁政府应该正视某一寡政治团体散布的仇恨言论。美国时间17，犯长老教会庆祝案的周文伟伫基准圣塔安娜联邦法庭以通讯的方式出庭，本人并无出现。那周先生，您是否明白并且同意把今天的提讯延到6月10号？同意。法官后来裁定受压袂使交保，伫6月70传讯。周文伟并无提出申诉。加州基准的检察官史毕泽判断讲，周文伟当时揸真侪武器，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冷血杀害愈侪人愈好，并且已经构成法律中的事先的埋伏，可能因为安尼会判较重。This case is definitely a case that I'm looking at for death. I'm not prejudging it. I told you I have a complete open mind. 检察官讲，周文伟定的是恶魔般的计划，有可能会甲判死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有开记者会，除了为死者默哀30秒，针对因为政治动机的仇恨行为，嘛呼吁政府应该有实际行动。第一个，我们强烈的谴责这个暴力；第二个，我们也借着这个事件来呼吁政府正视台湾某些统派团体所散播的仇恨言论，希望能够草拟出针对仇恨罪相关的这个罪行来采取加重处罚的这样一个做法。目前加州的检方拍算以1项一级的谋杀、5项杀人未遂以及4项非法持有暴力物，总共10项的罪名起诉周文伟。检方更加将要甲 FBI 合作，针对仇恨犯罪进行调查。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